細細個長輩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，唔可以冇腰骨。人大咗先發現係真㗎。如果坐同企姿勢唔好，隨時出現脊椎問題，例如寒背、駝背、脊柱側彎等各類痛症，手尾可以好長。逢星期日上晝10點，從身體健康時段內，我程海欣同自然醫學博士 Dr. Yan 為你講解脊骨健康，back up 你健康。back up 你健康，由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喺背後默默支持。國際脊柱側彎聯盟 back up 你健康。隨住咧人口老化咧，我諗好多時咧都聽見身邊一啲都唔好話上咗年紀啊，有唔少個朋友都呢度痛嗰度痛，究竟痛症可唔可以根治嘅咧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程海欣，今日咧繼續揾到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嘅創辦人 Dr. Yan。Hello，Dr. Yan。Hello， 程主播你好，大家好。你覺唔覺得痛症咧真係困擾好多朋友啊？唔同年紀嘅朋友 ，even 你話成日做運動啊，啲運動員呢都一樣有痛症噶，嗬？係啊，冇錯。痛症嘅成因就係我哋要揾出佢嘅根源問題，因為每個地方唔同地方嘅痛咧，都要揾翻佢核心咩原因構成呢個問題，否則就會係好似係醫緊個火警鐘啊。咁我哋熄滅個火警鐘冇意思，我哋係要撲滅個火頭啊嘛。即係你意思，其實嗰個痛咧就好似你嘅身體入邊某一個地方出現咗問題啦，佢就響起個鐘，就話俾你聽，咦，有事咯，你快啲搞佢啦。咁所以有好多朋友咧，一遇到痛嘅時候，其實食止痛藥咧，你就真係閂咗個警鐘嘅啫。冇錯，好似熄咗個警報器咁樣。係啦，根本就未揾到個原因，又去睇醫生啦，又照晒好多唔同嘅檢查啦，但係搞嚟搞去咧，啲痛症都係10年8年都係咁 keep 住，都係某個地方會痛嘅。其實痛症真係唔係一種病嚟嘅，唔係一種病，純粹係一個警號，話俾大家聽係有啲問題要處理。好多時候我哋所見啦，即係我哋做咗呢一行都有26年啦。咁我哋見到咧，好多時個火頭喺邊度咧？係結構性問題。因為啲骨骼錯位啊，咁結構性問題仍然喺度燒緊，過一陣個警鐘都會繼續響嘅。所以 even 大家可能食止痛藥啊、打針啊，你只不過係撳熄咗個警報器。我哋要揾出身體嘅痛楚嘅根源，而唔係只係處理個警報系統。係，但係有時咧，你話處理嘅根源好啊，我又舉一個例啊，即係譬如有啲朋友好多長者啦，到咁上下咧都會話膝頭痛咁先算啦。係，咁佢哋就睇醫生啊，照過晒，原來係嗰個膝關節有機會係，即係有啲係歪咗喎。係啊，咁有啲咧係，即係你見到佢隻腳咧已經開始彎咁。咁所以去到咁上下，如果佢再睇醫生話，喂，冇得搞噶咯，食止痛藥都唔係，咁要做手術咧，不如索性換嗰個即係膝嗰個關節啦。係。咁你作為一個自然醫學嘅博士啦，你又點樣睇呢一類嘅處理嘅方法？我相信你都有一啲個案，佢哋都做咗手術，都會翻嚟揾你。係啊，因為膝頭痛有時唔一定係冇咗軟骨，或者軟骨磨蝕咁簡單，有機會係成個人個結構好似一棟大廈咁樣係歪斜咗。係啊，因為膝頭哥痛嘅關節咧嘅關節痛咧，好多時係同下肢力線，即係例如係足部啦、髖關節係有一個定嘅關係。咁所以咧，大家都要揾出個根本問題。咁你想象下啦，我哋好似一個人體，好似一座大廈咁樣，對腳就好似起緊一棟大廈、高樓大廈，腳板底就係個地基啦，髖關節即係大髀罅個位置，同埋臀部肌肉就係穩定成棟樓嘅核心結構嚟嘅。而膝頭哥咧就中間承受所有重量嘅關鍵流層。如果個地基唔平，即係例如有扁平足啊，令到行路嘅時候會就住啊，同埋個步姿未必係同個走地感係咁好嘅時候咧，咁個核心機構就會唔穩啦，即係個臀部嗰個位置咧，盤骨嘅位置咧就覺得冇力咯，咁就會令到成棟樓嘅壓力好似側埋一邊，咁壓咗落個關鍵樓層嗰度，就係我哋所講嘅脊柱側彎啦，即係個人歪埋一邊啊，或者個背脊有一邊係拱起，有一邊就好似塌咗落去咁樣啊，咁樣對膝頭哥嘅軟骨咧嚟講咧，咁遲早都會俾佢壓壞咗噶。但係膝頭哥嘅軟骨，你頭先都話，如果即係受到即係你經常嘅一啲摩擦啊，咁佢流失咗就係流失咗噶啦，咁冇辦法可以逆轉嘅呢個情況係咪？咁我哋一定要攞去止蝕。
學你話齋流失咗就流失咗啦，咁始終好難再生翻出嚟。咁但係知道個問題嘅根源之後，我哋就要止蝕咯。咁譬如我哋就會透過我哋嘅骨骼重建工程啦，又好似打地基咁樣，由腳板長短腳嘅位置去幫佢做翻兩邊嘅平衡，跟住膝頭哥兩邊做翻平衡，然後盤骨可能會有歪斜啊、旋扭啊嘅等等問題，攞去做翻平衡，然後逐節骨去推翻去平衡，咁就唔會因為兩邊結構嘅受力唔平衡，而令到啲骨歪歪斜斜，從而呢最慘就係下半身去受災啦，一係就腰痛，一係膝頭哥痛，或者行路嘅時候腳板底痛。咁呢啲左右兩邊嘅唔平衡呢，係源自啲咩嘅原因㗎？左右兩邊唔平衡好多時都同個地基有關係嘅，咁即係咩意思呢？好多時你留意下，如果有脊柱側彎嘅患者呢，好多時都個盤骨都係歪斜嘅，或者盤骨歪斜咪會造成佢日常生活嘅習慣就會歪歪斜斜側埋一邊咯。咁另一方面，個盤骨對於人嚟講就等於一個天秤嘅座咁樣。我哋平時好多時都市人都係坐啊，好多工作都係需要長時間坐啊。咁坐嘅時候呢，如果個盤骨係歪斜嘅話呢，等於個天秤嘅座係歪斜，咁上面天秤各部分咪歪歪斜斜咯。除咗係個盤骨嘅歪斜之外咧，仲有啲咩原因令到左右兩邊唔對稱？長短腳啦，同埋日常生活姿勢影響。長短腳即係譬如我哋平時行路，咁對腳好重要，就係我哋嘅身體同個地球嘅接觸面。咁如果長短腳兩邊係一邊長一邊短，咁如果佢行路就會趌下趌下。咁但係呢個係咪天生嘅咧？長短腳有機會天生，亦都有機會係後天姿勢所造成嘅影響。如果係先天性長短腳，即係兩邊嘅腿長，天生就一邊係啦，一邊長一邊短，咁咪冇得搞咯。係啦，嗰啲都可以盡量去改善，但係未必可以做到完全一模一樣。咁但係如果好多時我哋見到嗰啲90%幾都係假性長短腳咧，就係因為個盤骨歪斜而所導致。點解個盤骨會歪斜啊？我哋日常生活嘅姿勢會唔會側埋一邊坐啊？會唔會好中意翹腳啊？行路嘅時候或者企嘅時候會唔會有重心腳側埋一邊啊？呢啲嘅姿勢都會造成我哋嘅長短腳。咁如果呢啲長短腳咧，因為好多人可能都好多10年都係呢個咁樣嘅姿勢啦，咁點樣去糾正同埋去根治呢個問題咧？咁有啲人就會話，我不嬲都係左搭右咁樣去翹腳，咁調翻轉頭翹咪得咯。咁其實翹腳根本就係唔係咁好嘅一個習慣。第一，仲諗住平衡翻係咪？係啊，個盤骨會外擴啊，外擴咗，咁變咗咁啊更加容易造成上面嘅骨嘅錯位。咁所以我哋做嘅話咧，我哋就係做骨骼重建工程，就一定由對腳開始做。因為對腳係一個等於樹木嘅根部，咁所以腳嗰度一定要幫你做翻平衡先。跟住隨後我哋同一時間全身結構去處理，因為人嘅骨係環環相扣，牽一發動全身，你唔可能係一個骨有一節錯位，其他係冇影響噶嘛。咁所以跟住我哋就會係個盤骨去糾正翻。當然我哋都好重視一個持久而長遠嘅效果啦，所以我哋都會係提示翻我哋嘅患者日常生活嘅正確姿勢。咁跟住就腰椎5節，胸椎12節，頸椎7節，逐節骨去推翻正，同埋側邊嘅肋骨、肩胛骨、膊頭兩邊做翻平衡之後呢，就要建立翻一個良好嘅生活習慣，教翻佢哋日常生活嘅正確姿勢，從而個康復效果就可以長長久久㗎。係啦，所以咧歡迎大家咧即刻利用呢個 WhatsApp 咧登記咗一個全身嘅檢查，仲俾埋啲日常生活嘅一啲健康 tips 大家吓。55415334 55415334呢個係 WhatsApp number， 另外可以直接打去Dr. Yan 嘅診所25881388 25881388。點樣自我測試自己有冇嗰啲高低嘅盤骨啊，或者係啲長短腳咧？自己比較難睇到嘅，你哋可以留意下褲腳。長褲嘅褲腳會唔會有一邊磨蝕比較犀利？鞋底會唔會有一邊磨蝕比較犀利？然後着褲或者半截裙嘅時候，會唔會嗰條腰帶會歪埋一邊啊？或者會唔會有旋扭啊嘅問題？係咁，當然如果大家唔係好清楚，亦都唔知點樣去自我測試嘅話咧，唔緊要，記得打呢個電話號碼，到時一個全新嘅骨骼檢查咧，Dr. Yan 同埋佢哋專業嘅團隊咧就會同大家做一個檢查。咁你就知道咧，原來我嘅痛症咧就係嚟自我嘅盤骨嘅歪歪啦，又或者原來我真係有長短腳啦，或者頭先Dr. Yan 所講嘅一啲扁平足吓，記得啦，25881388，我哋有10個名額俾大家咧可以登記做一個免費全身嘅骨骼檢查，25881388 WhatsApp 咧就係5541
55415334。Backup 你健康，由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喺背後默默支持。